来看美国费城新闻报这个特港新闻的早报，已经办满200年啊。这几讲煞那像是互网络攻击、电脑各样系统碰袂行，还报纸是无法度印刷，因为当地16要选市长时机敏感。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目前已经在调查。费城新闻报的发言人丽莎休斯15指出，公司员工14早起头先发现公司的内容管理系统无法度运作，电脑出现无正常活动，疑似遭到网络攻击，所以紧急将受影响的电脑断线。目前公司的印刷版报纸发行受影响，网络版是正常运作，不过更新的速度是真慢。这是这报纸1996年遭到暴风雪了后，17年来遭到上大的发行阻碍。费城新闻报西元1829年发行，到即马将近200年的历史，也是美国即马存在第3大的一部。因为费城特别伫16举行民主党的市长初选，时机点是真敏感，所以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已经介入调查。另外，荷兰俄罗斯次文化圣经也是新媒体成功典范的美国网络媒体 Vice Media。15正式申请破产法第11章破产定书来推动后续的卖出计划。Vice Media 伫2017年时代估算有57亿美金，甚至超过迄时阵的纽约时报。总部伫纽约 Vice 伫破产申请当中，公司目前的资产是伫5到10亿美金之间。Vice 以正规新闻甲生活化内容受少年族群的欢迎。以前是上受欢迎的数位媒体，国请迪士尼等大公司来投资。要安排前 NBA 球星罗德曼去北韩访问，引起争议。也揭发这间组织伊斯兰国内部运作纪录片受肯定。即马因为新闻娱乐甲科技部门广告收入无好，互公司财源，佮关真侪无法度趁钱的部门。公司新闻警方轻评价。